書店的腳步再輕，也會聽到這風聲。你用我抱在懷裡，這世界半夢半醒。續集：小賓高與吳捨兩個男人在傾談。譯書小說薩乃巴 talk 小說譯書週末傾情。小賓高成吳捨，你的關注眼神會令我驚喜，就算一天風雨也能讓我笑住避。你的一味笑容能去心中憂慮，當天快樂一生都記起。雨林酒吧男人之夜說譯書場景：又一個週末，同一間雨林酒吧。吳捨比小賓高早到，已經喝完半杯 Gin Tonic。小賓高進門時，看到他正低頭看手機，眉頭緊皺，像在思考某個艱深的哲學問題。睇咩睇到咁認真？吳捨抬頭，把手機轉過來，熒幕上是一段文字，字體很小，但小賓高認得那種排版。譯書。他坐下，揚手叫了杯威士忌。玫瑰的故事。吳捨說：我第4次睇。你一個男人睇譯書睇4次。你一個男人接受到女朋友睇譯書，你仲喺度？小賓高笑了。吳捨就是這樣，永遠用一個問題回答另一個問題，像打乒乓球，但球永遠不落地。我冇話唔接受。小賓高說：我只係好奇，你喺譯書嘅小說入面揾到咩？吳捨放下手機，把杯中的冰塊轉了半圈，揾到我自己。男人的譯書。我同你講，吳捨湊近了一點，像要說一個大秘密。譯書筆下嘅男人，好多人都話唔真實，太完美，太有錢，太識講嘢。咁你仲睇？因為正係咁，我先知自己唔係嗰啲男人。小賓高皺眉，你嘅邏輯開始抽象。咁樣講啦，吳捨說，你睇武俠小說唔會覺得自己係楊過，你睇偵探小說唔會覺得自己係福爾摩斯。但你好多男人睇譯書會覺得自己係書入面嗰個唔夠好嘅配角。邊個配角？就係嗰個。吳捨打了個響指，女主角為咗男主角離開嗰個，佢冇做錯任何嘢，佢只係唔係主角。酒吧的爵士樂剛好換了一首，薩克斯風低低地哼着，像在替某個配角嘆氣。小賓高喝了一口威士忌，慢慢說：你講 Catherine。吳捨沒有否認，也沒有承認。他只是望着杯中的 Gin Tonic， 像望着某個早已沉沒的港口。Catherine 以前好鍾意譯書，他終於說，佢成日叫我睇，我唔肯，我覺得嗰啲係女仔睇嘅嘢。後尾佢走咗，我第一時間去書局買咗3本譯書。忽爾今夏，他比煙花寂寞。容島之春。小賓高沒笑，他見過太多男人在分手後做的蠢事，有人買車，有人買醉，有人買書。買書算是其中比較不蠢的一種。黃玫瑰與薄荷葉。你知唔知玫瑰的故事講咩？吳捨問。大概知。黃玫瑰，好多男人愛佢。你講到好似一個 AV 片名。吳捨說，然後正式，但其實係講，有人用一生去愛一個人，有人用一生去等一個人，有人用一生去扮唔愛一個人。小賓高沉默了一陣。我同 Monica 嗰陣，他說 Monica 都有睇譯書，佢又冇叫你睇。有，我睇咗一本《流金歲月》。講咩？講兩個女仔。小賓高說，一個好叻，一個好靚，佢哋由細到大都係朋友，中間分開過，最後又返埋一齊。你喺入面學到咩？小賓高想了想，很認真地說，學到女人嘅友誼同男人嘅友誼好唔同。點唔同？男人嘅友誼係你同我坐喺度飲酒講廢話，然後各自返屋企。女人嘅友誼係佢哋會為咗對方同一個男人反面，然後隔10年又 friend 反。你覺得邊個好啲？冇好唔好？小賓高說，只係唔同。男人嘅友誼係 keep it simple， 女人嘅友誼係 keep it real。吳捨笑了，你呢句值半杯威士忌，唔止成杯。小賓高舉杯，吳捨跟他碰了一下。愛情裏的主角與配角。我前排諗咗一個問題。吳捨說，關於譯書嘅，講好多譯書小說嘅女主角最後都係自己一個。我以為佢哋最後會同男主角一齊。唔一定。
唔寫搖頭，亦書筆下嘅女人好多唔需要男人，佢哋要嘅係自由，係尊嚴，係自己。他停了一下，補充，但有啲讀者唔明，佢哋覺得女主角好慘，因為冇人愛，但其實佢哋係選擇咗唔要一份唔夠好嘅愛。小賓高望着杯中只剩1/3的威士忌，冰塊已經溶了一大半，酒變得淡了，但也順喉了。所以你覺得，他慢慢說，Catherine 離開你係因為你唔夠好？唔寫沒有立刻回答。爵士樂又換了一首，這次是鋼琴獨奏，每個音都像在小心翼翼地選路。我覺得唔寫終於說 Catherine 離開我唔係因為我唔夠好，而係因為我唔係佢嘅主角。有分別，有。唔寫說唔夠好可以改善，但唔係主角，你點改？你唔可以逼人哋嘅故事為你改寫㗎嘛。小賓高把最後一口威士忌喝完，冰塊在杯底發出清脆的碰撞聲。你知唔知？他說 Monica 走之前同我講過一句嘢咩？佢話你係一個好人，但好人唔代表係對嘅人。引號唔寫苦笑呢句嘢，亦書寫過類似嘅，係咩？元武入面有句我們都 Kenji 為一個人赴湯蹈火，後來才發現那個人不值得。引號 Monica 值得㗎。小賓高說只係我哋唔係彼此嗰杯茶，唔係茶係雲吞麵。唔寫糾正他，兩個人都笑了，笑聲不大，但夠真，像兩個在亦舒的小說世界裏迷路的男人，終於找到彼此，發現原來不只有自己在迷路。男人的浪漫是肯承認自己。Kenji 死經唔明，我其實有個問題想問你，唔寫說問，你覺得男人應該睇亦舒嗎？小賓高沒有立刻回答。他叫了第二杯威士忌，等酒來了，喝了一口，才開口。我覺得男人應該睇亦舒，原因同女人應該睇古龍一樣。點解？因為愛情唔係女人嘅專利，正如江湖唔係男人嘅專利。小賓高說，你睇多啲就會明多啲，明點解有人會為咗一句說話等10年，明點解有人會為咗一個眼神放棄一切。他頓了頓，繼續，男人成日覺得自己好理性。但其實男人嘅浪漫係一種好蠢嘅浪漫，我哋以為自己好理性，其實只係唔識表達。所以睇亦舒可以學識表達，至少可以學識原來有啲嘢係可以講出嚟嘅。唔寫把杯中的 Gin Tonic 喝完，放下杯子，望着酒吧天花板的吊線，吊線慢慢轉着，像某種懶惰的時間機器。你記唔記得？唔寫說我哋上次講放低，記得。我今日諗到一個新嘅定義。講放低一個人，就係你可以拎起一本佢鍾意嘅書，而唔會諗起佢。小賓高想了想，但你啱啱先講緊 Catherine 鍾意亦舒，係呀，唔寫笑，所以我仲未放低。他笑的時候，眼角有一條很淺的紋，不是老，是那種笑過太多，也苦笑過太多留下的痕跡。小賓高沒有說你會放低嘅這種廢話，他只是把杯中的酒喝完，然後說。咁我陪你一齊未放低，你因為 Monica 唔係。小賓高說，我因為我自己，我未放低嗰個唔係 Monica，而係嗰個唔敢睇亦舒嘅自己。唔寫望着他，眼神裏有某種東西，不是同情，不是理解，而是更接近。我終於遇到另一個怪人那種驚喜。你知唔知？唔寫說，我哋兩個好 pathetic。我知道，但 pathetic 得嚟有啲型。呢句係亦舒，呢句係唔寫。他舉起空杯，但我當係亦舒。兩個空杯碰在一起，聲音空洞，像在嘲笑什麼，又像在致敬什麼。6. 酒吧關門前，凌晨1點，酒保開始收杯。唔寫起身去廁所，回來的時候說，我啱啱喺廁所諗到一句嘢，廁所哲學時間。亦舒寫過，能夠睡得出的委屈，偏不算委屈。引號。然後我諗，能夠講得出嘅前度，可能都唔算前度。小賓高起身，把外套搭在肩上。咁真正嘅前度係點㗎？唔寫想了一陣，說真正嘅前度係你想講，但講唔出。他們走出酒吧，街上比上次更靜，風大了一點，吹得路邊的報紙飄起來，像某種沒人收的信。我返去打算睇玫瑰的故事。唔寫說由頭睇一次。第四次，你會唔會睇到色貝？我希望唔會。唔寫說，如果睇到色貝，即係我停咗喺度。小賓高點頭，
他們沒有說再見，只是各自走向自己的方向。小賓高走了幾步，停下來，抬頭。今晚沒有月亮，但他記得 Monica 說過，亦舒有句很出名的話：我要很多很多的愛。如果沒有愛，那麼就很多很多的錢。如果兩者都沒有，有健康也是好的。他拿出手機，在備忘錄裏打了一句自己想的：我要一個會同我傾譯書嘅前度。如果冇，一個會同我傾譯書嘅 friend 都夠。如果兩者都冇，有威士忌都好。然後他把電話收好，走進風裏。慢活的意思大概就是連孤獨都願意慢慢品嘗，連讀一本書都願意讀到第4篇，連想念一個人都願意用一杯酒的時間，然後放下杯。春天的腳步再輕，也會聽到這風聲。暖意正撲入懷裏，這世界半夢半醒，偷偷的進入我心。你說你不需要邀請，我要你抱在懷裏，我怕我會被吻醒。男人睇譯書唔係為咗變成譯書筆下嘅男主角，而係為咗明白點解自己永遠做唔到，而明白自己做不到，本身就是一種誠實。誠實是浪漫的第一步。書店的腳步再輕，也會聽到這風聲。你用我抱在懷裏，這世界半夢半醒。我的關注眼神會令你驚喜，就算一天風雨，也能讓你笑着悲。你的一抹笑容，能去心中憂慮。當天快樂，一生都記起。